131军舰。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100拐沟艇广播。你现在已经严重破坏地域和平、稳定及安全，请你立刻转向驶离。如果你继续前进，我将采取驱离措施。现在时间8日下午3点，我国军舰1两东六号与大陆军舰131军舰2艘对峙中，目前2艘军舰相隔约3海里，目前持续往南航行中。本艇在旁警戒。陆131军舰。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100拐沟艇广播。你现在已经严重破坏地域和平、稳定及安全，请你立刻转向驶离。如果你继续前进，我将采取驱离措施。现在时间8日下午3点。我国军舰。Saya Valeria Bella. Saksikan program-program Kompas TV melalui siaran digital, pay TV, dan media streaming lainnya. Kompas TV, independen, terpercaya.